今仔这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火造成双方已经将近2000人死亡，几啊千人受伤。以色列下令封锁加沙走廊。联合国指出，目前加沙是断水限电，20万人有路无厝，建筑物嘛严重受伤，囡仔人无法度去读册，国际运补嘛运袂入去。加沙民众面临欠粮、欠药、欠物资的人道危机。 从安地伫加沙好好避难的巴勒斯坦学童，听到数节个都过以色列战机拢发出声来，就算是地上艰难的时刻，细汉的囡仔同款耍同款笑，想起前摆就看到火箭来13岁，伊斯拉讲也是真惊。يعني كان انحرق فجأة إن إحنا ما عرفناش كنا طالعين على المدرسة اللي هو بيجي الصاروخ على البحر。 伊斯拉一个人从安地伫联合国救济工作署伫当地设立的好好避难，小小一间教室，平均客至30人，除了无法度好好困，洗身躯去便所也成问题，水甲食物更加是无够分配。 عايشين بشكل رعب جد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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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عني مش عارفين ايش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نا قاعدين ولحتى اللحظه هذه 哈马斯提出突袭以色列，造成平民死伤惨重。那以色列动兵回击，造成加沙建物甲交通严重毁损，当地学校甲医疗设施也无法度避免。联合国指出，加沙大约有20万人，相当1/10的人口。 有路无厝，以色列对加沙下达全面威慑令，居民防限电断水。那人道救援组织也因为道路中断，无法度运送物资，规个加沙亲像孤岛，居民处境真危急。 This risks seriously compounding the already dir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Gaza, including the capac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to operate, especially in light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injured people. 联合国警告，以色列的威慑令危及平民的生命安全，明显违反国际人权法。那以色列伫初九征调30万后备役的军人加入军队，初十伫法国巴黎机场出现坐飞机前往以色列的人潮，以色列航空甲以色列航空继续前方疏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